个明年是两市啊年，邮局今仔日开始来卖去年的邮票，有袂少收集到邮票的朋友，一透早就去排队抢买买。邮局未开门，都真侪人伫排咧，大概拢是因为这项来。明年鼠年的银币哈，非常的漂亮。古水的邮票造型的金银币，头一摆公开，古水的鸟鼠仔形看起来真贵气，有真侪人收正要收藏。除了这个邮票的套币，收藏家嘛为这项来。因为它这个是限量的。一掀开，对面古水的鸟鼠仔图随跳出来，这个图是用木语板为雕刻的手法，透过这个线条表现出鼠年的活力。对，设计很漂亮。很漂亮哈。规组的印刷专张，因为保留印制过程所留的色票、彩切线等等记号，真有收藏价值。桶底除了有面值新台票6块甲13块邮票以外，还有证书。另外，今年嘛特别发行面值15块的小专张，这嘛是一个焦点。大家要用新的邮票做伙告别猪年，迎接鼠年。